無論係武俠小說定係古裝劇，每逢去到啲大反派發脾氣或者主角受盡委屈嗰陣，最中意就係講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好似講到上天真係殘酷無情，將我哋人類當成狗咁玩。但其實佢哋全部炒晒車。2000幾年前，老子講呢句話嗰陣，根本就唔係喺度鬧緊個天，相反，佢係高度讚美大自然一種最極致、最冷靜嘅公平。天地從來都冇當過萬物係狗。今日等我哋揭開金句背後嘅故事。要搞清楚呢句話，我哋要翻去古代春秋時期嗰個年代，成個社會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：禮崩樂壞。各路諸侯日日掛住打仗，今日你打我，聽日我打你。統治階層講仁義道德，話愛民如子，但現實就係生靈塗炭，平民百姓連飯都冇得食。而我哋嘅主角老子當時係周朝嘅守藏司，即係國家圖書館館長。佢學識淵博，每日身處權力嘅核心，睇盡世態炎涼。有一日，老子睇住班貴族又大搞祭祀儀式，佢哋用草紮成一隻隻狗嘅形狀，呢啲就叫做芻狗。芻即係雜草咁解。呢啲芻狗就好似依家燒衣紙咁，未祭祀之前，大家當佢係神聖之物，幫佢套上華麗嘅衫，供奉喺神壇上面，又跪又拜，祈求上天保佑。但儀式一完，呢啲原本高高在上嘅芻狗即刻被當成垃圾咁拋落地下，最後放入火堆燒成灰，冇人再去望佢一眼，更加冇人為芻狗流一滴眼淚。老子靜靜睇住呢一切，佢個腦入面已經領悟出一個震驚後世嘅宇宙觀。佢企喺上帝視角，睇透咗一個殘酷嘅真相。當時社會上所有人一係為上位不擇手段，一係就跪神壇面前奢望上天打救。老子好清楚，統治者口中日日講嘅仁慈大愛，其實全部都係偽善。點解天下會大亂？根源就係因為人有偏愛，有私心。國王偏愛自己嘅國家，就去打人哋；老闆偏愛某個擦鞋仔，就剝削其他員工。老子頓悟咗，真正嘅大道根本唔需要人類社會嗰種虛偽有選擇性嘅仁慈。天地不仁唔係殘忍無情，而係沒有偏私。天地對待萬物就好似對待祭祀用嘅芻狗一樣，係完全客觀中立嘅。個天唔會因為你係身家過百億就俾多少少新鮮空氣你吸，亦唔會因為你係普通人就整條雷劈你。春天嚟到，路邊嘅小草同皇宮入面嘅大樹一樣有水飲，一樣發芽。冬天到，氣溫急降，無論你係日行一善定係殺人放火，出街唔着衫都會覺得凍。大自然唔偏愛任何人，萬物平等，任由佢哋自己去生長去消亡。你完成咗歷史任務，就好似芻狗咁退場，冇人針對你，亦冇人特別包庇你。呢個就係老子最宏大、最極致嘅宇宙觀。大家覺唔覺現代人嘅精神內耗特別嚴重？我哋成日覺得個天對我唔公平，或者命運玩我，點解衰嘢總係發生喺我身上？其實呢啲好可能係受害者濾鏡。老子呢句金句同阿德勒心理學嘅課題分離，西方哲學、斯多葛學派簡直係一脈相承。佢哋都講緊一個道理：宇宙運作係客觀中立嘅。呢個世界從來冇為你度身訂造任何劇本。與其日日期待外界會俾特殊照顧你，或者希望自己有主角光環，跌落懸崖都有神仙救，不如試下學老子咁，接受世界最自然嘅運轉。當明白天地不仁，明白個天根本冇時間去針對人嗰陣，你反而會鬆一口氣，因為你可以將所有白白浪費咗嘅精神專注喺你可以控制嘅事上面，順勢而為，做好本分。呢個就係消除精神內耗嘅終極解藥。所以天地不仁先係大自然對萬物最大嘅溫柔，因為佢對所有嘢都一視同仁。大家身邊有冇啲成日怨天尤人，覺得全世界都對佢唔住，欠咗佢幾百萬咁嘅人呢？你會唔會將老子呢句說話送俾佢，等佢思考下？如果想聽更多金句背後嘅故事，就記得訂閱，俾個 like， 打開埋通知，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啦。天地不仁，但我哋有情。下條金句再見，拜拜。